咦，陳太翻嚟啦！哎呀 ，BB 去完街啦！哎呀，好得意啊，好得意啊！好，拜拜。唔知咧，大家見到呢個場面咧，有冇覺得好熟悉嘅感覺咧？咁我自己咧，每日咧都發生緊咧呢一個場面嘅，因為陳太咧正就住喺個屋苑咧頂層特色戶嗰度，咁所以咧管理員一見到陳太咧，必須會咧9秒9衝出嚟咧幫佢撳 lift 嘅。唔知大家見到咁嘅場面有咩嘢感受咧？住喺頂層特色戶，好叻咩？好巴閉咩？哇！原來陳太住頂層特色戶㗎，真係好犀利啊！唔知佢屋企裏邊係點嘅咧？吓，佢住邊層樓關我咩事啊？我要知道嘅咩？咁我自己嘅心態感受咧，就會傾向咧羨慕嘅眼光嘅，因為咧我都想知道咧頂層特色戶咧係點樣嘅，咁所以今日我就揾咗一個咧頂層嘅複式戶，同大家一齊去參觀。特色戶總係俾人一種神秘感同埋高不可攀嘅感覺，因為咧佢係非常之罕有，成棟大樓咧可能得幾戶咧係屬於特色戶，而且發展商亦都咧攞特色戶做一個秘密武器，賣晒普通單位之後咧先會發售咧特色嘅單位，咁而且咧價格係有一個神秘感喺度，多數咧以招標形式發售，價高者得。咁業主咧買到特色戶之後咧，亦都會自住為多。咁亦都咧好捨得花費咧高昂嘅費用咧作為呢個裝修費用，咁佢保養良好啦，而且咧放盤量少，所以咧總係俾人一種神秘嘅感覺。洋日居共有6座大樓，總共提供咗1288個單位，咁當中咧多達80個單位咧屬於複式戶。喺同一個屋苑裏邊有咁多個複式單位咧，非常之罕有，而且第5座亦都係成個屋苑嘅焦點所在，因為咧第5座咧擁有過半數嘅複式單位，咁所以第5座亦都命名為 Tower V， 而且擁有自己嘅獨立私人會所，只係服務第5座嘅住客，所以相對佢嘅私隱度咧，亦都提高咗。九龍站洋日居嘅單位一向深受大家庭歡迎，複式單位放盤量比較少㗎，而呢一間頂層嘅複式單位保養良好，裝修華麗，所以現時咧業主開價係8500萬，尺價都相對比較進取㗎。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頂層特色戶咧，實用面積1644平方尺，咁總共咧係有2層嘅，地下嘅樓層啦，再有內置樓梯，可以直接上1樓嘅樓層，而且1樓咧亦都有一個大平台，咁等一陣咧我哋仲可以上去參觀添。咁裏邊嘅間隔咧，包括咗有客廳、飯廳、開放式廚房、4間睡房，仲有3間浴室，仲有1間洗手間。咁業主咧現時開價係8500萬。通常咧由大門口一行入嚟咧，門口呢個位置咧，僅有一個鞋櫃喺度嘅。咁但係咧佢咧偷咗一個位置咧，就係做咗一個咧咁直身嘅鞋櫃，咁就可以咧慳返好多嘅位啦。嗱，啱啱咧喺出邊戶外咧好熱嘅環境咧，入到嚟室內開完冷氣，好快咧嗰個氣温咧已經感覺到好清涼。咁你要讚下咧，就係因為呢度咧安裝咗個咧中央空調系統。咁佢比起咧一般嘅冷氣機有啲咩好處咧？就係佢個出風口位咧比較平均，比起咧一般嘅冷氣機咧冇咗嗰個噪音係比較靜嘅。咁而且咧佢嘅空調咧係去到咧每一個角落，咁但係咧佢安裝嘅費用咧都會比較昂貴啦，而且咧保養維修咧都會比一般嘅冷氣機為貴嘅。咁客飯廳咧嘅地板咧就會鋪咗雲石，咁而睡房咧就會鋪咗木地板，咁所以咧俾咗2個唔同嘅感覺住客，亦都咧有強烈嘅對比。咁客廳咧有一種咧華麗嘅感覺，而房間咧有一種沉穩嘅感覺。咁咧，原來我發現啦，呢一幅成幅嘅雲石地下咧，係成幅搬入嚟客廳呢一個位置。咁佢個切角位啦，同埋拼砌咧係一幅過嘅，係完全冇瑕疵嘅拼合。咁所以咧，佢個做工啦，同埋嗰個技術咧，都係高難度嘅。所以呢一個位咧，要值得一讚。
呢一間客房咧做咗雙門嘅設計，一個房門咧就可以直開出到去客廳嘅位置啦，而另一道門咧就可以直入去浴室嘅位置。咁唔用嘅時候咧，可以閂翻呢一道門，令到咧其他住客咧可以用另一道門咧直接通去咧洗手間嘅位置。咁呢一間嘅浴室咧裝修都非常之靚嘅，而且咧係俾雲石包圍住，所以佢嘅紋理咧拼合都非常之完美嘅。至於咧呢個鏡面咧就係得長方形呢一度啫，咁如果咧對女孩子嚟講咧就會比較少啦。如果咧呢一邊牆身同埋呢一邊咧都做埋鏡面嘅時候咧就會更加好啦。嗱，其實咧客廳嘅位置啦，同埋咧每一間睡房咧，都想盡量咧攞到最靚嘅景觀。嗱，就好似咧呢一間睡房咁樣啦，都可以咧睇到海景。呢一間咧就係主人套房，咁包括咗有睡房啦、大露台啦，同埋大窗台，仲有一間浴室，同埋呢個咧小型嘅衣櫃。咁咧個衣櫃咧就會比較細，咁如果咧放置空間唔夠嘅時候咧，可能咧需要加多個咧衣櫃。咁而且咧佢個浴室咧設計就係一個咧磨砂透明玻璃嘅設計，可以咧由呢一度咧望翻入去咧浴室嘅情況。特別想同大家介紹下呢個樓梯口位嘅下邊咧，一般嘅業主咧就會將呢個樓梯口位咧封咗去做咗一個儲物櫃，咁就將啲雜物咧擺喺裏邊。咁但係咧呢個業主咧就好好咁樣運用咗呢一個嘅空間，做咗一個酒櫃同埋一個吧台。嗱，呢個三角形位咧做咗一個全酒櫃，可以擺放洋酒啦同埋紅酒。咁而呢一邊咧有一個儲物櫃，同埋上面可以做一個吧台，可以喺度調酒。另外咧佢亦都有個窗口位，咁佢就咧冇密封到呢個窗口位，可以令到咧個陽光可以透翻入嚟屋裏邊。咁咧特別想同大家介紹翻咧呢一條樓梯，因為佢有幾個唔同嘅設計。嗱，首先咧每個樓梯級咧都有個 LED 燈，而且咧係用雲石去鋪齊嘅，咁旁邊咧亦都有一個玻璃扶手，而另外一邊嘅牆身咧，根據咧唔同嘅切割位咧砌翻呢個鏡面。咁仲有一個特別之處咧，要話俾大家知咧，就係咧開燈嘅時候咧，唔係一次過咧着晒所有燈嘅喎，係可以咧一級級咁樣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咧着燈嘅，咁所以嗰個效果咧都會特別靚。地下嘅樓層咧有客廳嘅位置啦，而一樓嘅樓層咧亦都預留咗個空間咧做咗個客廳，所以咧一間屋裏邊咧有雙客廳嘅設計，咁所以咧兩層咧都預留咗咧休息同埋聚會嘅空間。咁我亦都想咧介紹翻咧燈光嘅設計。咁客廳呢個位置啦，用咗咧好多盞細盞嘅射燈同埋水晶吊燈，咁用咗個黃光燈，俾人嗰個感覺咧就會比較柔和啲。咁而另一個空間咧就用咗個白光燈，同埋咧由露台咧透翻入嚟嘅陽光啦，就會比較光猛。所以咧同一個空間裏邊巧妙咁樣咧用燈光嘅效果咧劃分咗兩個唔同嘅空間。嗱，客廳呢一邊嘅牆身咧就做咗個透明玻璃嘅設計，咁盡量咧想望翻咧出邊咁開揚嘅海景，而中間咧亦都有活窗嘅設計啦，可以令到咧空氣更加流通。咁地下樓層咧總共有3間嘅睡房，而一樓樓層咧就有1間嘅套房。嗱，呢一個空間咧，包括咗有開放式廚房啦、飯廳啦，再連接埋出邊嘅大平台，咁將3個唔同嘅區域咧連埋一齊，所以個空間咧感覺特別大。
開放式廚房咧，主要分為兩邊，一邊咧做咗一個工作平台，而另一邊中間呢個位置咧做咗一個長形嘅中度台面。咁呢邊咧擺放咗微波爐啦、焗爐，中間做咗個煮食爐，而洗手盤位咧就係喺呢度。最出呢個位置咧就擺放咗一個4門雪櫃。咁尤其是咧呢張長嘅中度台面咧，就將咧呢個飯廳同埋廚房咧嘅區域咧分明咁樣劃分開。咁廚房咧做咗一個咧英式嘅趟門設計啦，咁唔用嘅時候咧就可以趟開啦，做咗一個開放式廚房。咁如果咧覺得油煙大嘅時候咧，可以閂翻呢個趟門咧，又會變成一個緊廚，咁有2個功能。咁洋日居咧會因應翻咧唔同嘅方位啦，望翻唔同嘅景觀。咁大多數咧嘅單位都會望向咧九龍站上蓋嘅綠園景觀啦，或者咧高鐵西九龍站嘅綠化空間。只有少部分咧高層嘅單位咧先可以望到去咧尖沙咀嘅維港景觀，就係我後邊啦呢一個咁開揚嘅景觀啦。嗱，咁雖然咧有一啲嘅樓層咧遮擋住某部分嘅景觀，但係咧有一定嘅距離，步行少過1分鐘就可以去到港鐵九龍站，亦都可以通過圓方商場直達高鐵西九龍站，更連接住各區嘅巴士或者小巴站，交通便利。非常之近圓方商場，咁商場樓高4層，總零售面積高達100萬平方尺，劃分為5大區域，以中國哲學中嘅5行嘅金、木、水、火、土為主題。咁商戶包括咗名牌商店、服飾店、美容店、食肆，仲有娛樂設施。另外平台亦都設有70萬尺嘅公園。今日咧，終於俾我參觀到咧洋日居嘅頂層複式戶嘅單位啊！咁果然咧冇令我失望，咁佢裝修咧非常之靚，而且咧保養得非常之良好。咁唔知大家有冇啲 comment 咧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仲要記得幫手讚好、訂閱同埋分享我哋嘅 Square Foot YouTube Channel 啊！下次再見。